放山湖开始一道目前影响拢伫河道的范围，部分人员甲机区已经离开。彰化一个查甫人杀死情某，因为不满判无期，所以上诉，结果高等法院改驳回，依次原底判决。台南一对17岁男女朋友无驾照，搁驾酒骑车，弄到路树，搁火烧车，两个人拢救无倒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2日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看台南昨暗时来发生一桩悲剧，这是一对17岁的男女朋友，若无驾照，而且搁驾酒骑车。本地因是按算要去安平看日出，结果骑车骑到一半煞凶失控，去弄到路边的树仔，而且搁火烧车，两个人送病院，结果拢救无回来。救护车到车祸现场，一个查甫少年仔和一个查甫囡仔，两个人拢倒在涂骹，失去意识，警消人员赶紧甲因抢救。从衣服袖子剪掉。车祸现场，奥多拜零件是弄甲脆，这后面的查某是直接弄甲飞出去，失去生命迹象。那骑机车的查甫是伤势更加严重，伊的大腿甚至有插火带的痕迹。警方调查，这件事故就发生在2日半暝4点多。这对17岁无驾照也个未成年的男女朋友，两个起头先去影控朋友引导，后来去唱歌。4个人骑2台车，本正计划透早通去安平关系平台看日出，无意外经过安平安北路和周边一家一搭，家己去弄树啊，奥多拜就安尼倒火。不明原因由内侧偏移到外侧车道，撞击路树后起火燃烧。路过民众及时拿灭火器将火势扑灭，驾驶人及后座乘客经送医急救后均不治身亡。据了解，驾驶因为弄到险坎，就安尼即火。那因女朋友是弄石头，头壳内出火，两个人拢救无回来。警方指出，死者若无驾照，病院抽血检验酒测超标。警方呼吁民众驶车尽量莫伤忝，嘛强调唔通食酒驶车骑车，避免悲剧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宜兰东山一搭林家厝昨暗是发生火烧的意外，直呛乌烟出来，而且佫传出有人受困。消防队是有救出一个38岁的查某人，伊规身躯有45帕第2度的烧烫伤，所以赶紧甲伊送病院抢救。后来加在这火势呢是伫1点钟来甲拍花，也毋过事故原因还佫需要调查。大火一直对内底传出来，消防人员布水线抢救。宜兰东山乡城路一栋林家厝，2日暗时9点多传出火烧，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第2大队、几啊队分队前往拍火。平常这边是住谁啊？外佣。大火那就是一间有咧睡人的人家厝，平常时是有台湾人甲外国人士咧出入。厝边讲无清楚睡人的背景，现场传出有人搁伫咧内底，消防人员赶紧冲入火场搜救。伫咧2楼找到一个38岁细龄的查甫人，规身躯有45帕2度烧烫伤，意识无清楚，赶紧送医。他是隔壁到2楼去抢救，那不幸都是在这2楼后侧受困，经由我们人员搜救，把他找到，然后送医。因为这户人家厝出入复杂，消防继续搜救，加在真紧就确定讲无其他的人搁伫咧内底。火烧到9点46分拍花，烧到大约50平方米，详细导火原因搁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梨林一个姓李的查甫人，伫2024年的时，伊是拿刀啊杀死伊的情某。今年3月，这地方法院是甲伊判无期徒刑，伊真不满，所以有搁提出上诉。也毋过，昨这高等法院是宣判驳回伊的上诉，二审也是依次无期徒刑的判决。2024年11月，彰化梨林一位姓李的查甫人，因为房屋财产处理等等的问题，和情某发生冲突，竟然拿刀啊杀死情某。今年3月，彰化地方法院一审判无期徒刑，被告不服上诉。拜二，台中高等法院宣判二审依次无期徒刑的判决。被害人家属委任的律师表示，这个结果也会当接受。他跟他弟弟都很担心这个被告，万一刑期又减少。将来假释出狱之后会找他们报复，希望法律能够维持给
他们一个正义。根据检警调查指出，这位姓李的嫌犯长期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前某后来甲离婚，有申请保护令。这桩命案发生的时阵，受害者成年的查某囝甲未成年的后生嘛拢伫现场。社会团体就表示，其实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嘛是受害者，应该要有独立的通报系统。台湾在目睹儿少的服务来说，需要主要照顾者同意，孩子才能够进入这个服务。在家庭暴力发生的时候，大家比较容易会把焦点放在受暴的大人身上。目睹家庭暴力本身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个伤害，很多的目睹儿少是没有机会进入服务的。社会团体指出，亲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心内创伤需要长时间的陪伴复原。除了呼吁要建立完善的通报机制，嘛建议加强学校的辅导资源，量早提供受害者协助，降低家庭暴力留落来伤害。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另外来看，阳明交通大学43岁姓林的教授，伊是亚德杀死48岁的大细生。目前这警方对嫌犯的口径是有疑虑的，所以要等伊出病医了后，照说杀人罪嫌甲移送地检署侦办，而且也会继续来理清犯案的过程，也有动机。你后退，刀子放下来，刀子放下来。警方提前叫嫌犯投降。这月14日，伫新德市三明路这间音乐教室，姓林的阳明交通大学教授提刀杀死大细生。警方到现场对嫌犯的骹腿开枪，嫌犯紧急送医，经过要1礼拜治疗，警方已经完成初步审问。嫌犯讲家己有幻听幻觉，口径的内容也引起议论。他可能就是想要找一个理由，让别人不相信，然后让自己脱罪。应该不是他自己讲的算吧？其实他拿出他长期的就医证明啊，不要杀人才说自己有幻觉。可以脱罪的几率很高，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医院或相关机构可以去证明。警方表示，嫌犯讲家己长期有幻听幻觉，意识互人干扰，所以才做出这款行为。虽然警方认为嫌犯的讲法有变来变去的情形，但后续若有需要，也会交予医疗机关做精神鉴定。案件我们有做初步的厘清，那犯嫌的状况是恢复良好。那医生评估可以出院后，我们将会把这个犯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那目前尚在详细的厘清中。那如果有需要，会再委由专业的机构协助鉴定。警方嘛讲，嫌犯对待的时情绪稳定，讲话正常，有这款讲法，敢是为着减轻刑责，佮会厘清。等嫌犯对病院出院了，会照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根据法务部的统计，最近这2个月以来呢，全国假毒塞车已经有4272件。即卖行政院提出来这个修法，除了是吊销驾照、别入车辆以外，若准致使人死亡，安尼是会判5档至12档，甚至是无期徒刑的。也毋过即卖在野阵营所认为讲，安尼执法这力头是无够的，应该得爱纳入死刑才对。假毒驾驶的案件直直发生，已经是公共危机。行政院提出修法的草案送立法院审议，内容包含增订假毒驾驶，也是唔测假毒的人全面吊销驾照，3年内袂当考驾照，而且无论车主是虾米人，拢是甲车误入。若假毒驾驶致人重伤，也是死亡者，死至4人袂当考驾照。刑度的部分，假毒驾驶致死会当判5年到12年，10年内搁再犯致死会当判无期徒刑。那目前的这2个月内，全国的毒驾的件数是4272件，其中依托米脂是981件。不过，调查认为，行政院办的假毒驾驶修法力头无够，无立死刑，因为安尼提出10外的修法的版本，要大大提悬假毒驾驶的刑事责任，取消原刑。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就提出，情节重大假毒驾驶致死的人，上当会当判死刑。吴茂信指出，假毒驾驶、假酒驾驶2个的犯罪情节甲恶性有关有争差，应该用无同的刑度，避免刑度重起平，引起立委的不满。指控行政院办无法度符合社会期待。第一次撞死人不适用最重责刑，第2次撞死人，法院依然没有死刑这个选项。市长，人民真的会接受像这样的标准吗？各位报告，如果毒驾它的主观有符合我们刑法上的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的话，它就是一个杀人罪。毒驾的应该要最高刑度，要么就应该往上加啊，对吧？委员，他吸毒是用低级毒品，他处5年以下6个月以上，它是一个 A 行为。对，吸完毒之后驾车，它是一个公共危险，是一个 B 行为。对，没错，是啊。所以 A 加 B 是要并罚的。
无信息强调，食到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也若食到驾驶是造成公共危险，两个是扯出真侪条罪名合并做违法。另外，针对食到驾驶致死，若是符合杀人罪构成的要件，就会向杀人罪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姓陈的前副理，互人指控是做中国的间谍，偷摕台积电的机密，而且佫想要甲这台积电的人才挖去中国上班。即马高检署是照国安法定罪嫌，甲伊起诉，要求判7档的徒刑。专案伫今仔日交去智慧财产甲商业法院，会决定敢要甲继续羁押。高检署是指出讲，这台积电这个姓陈的前副理，伫民国112年至113年这当中呢，互中国内的中国精工人员定小号甲吸收器，偷摕台积电的机密，而且佫想要挖咱国的人才去中国上班。目前是按算今仔日下晡2点20分要来开疑心庭。继续来看，即马这新冠疫情又搁压起来啊！疾管署是公布讲，顶礼拜咱国内因为新冠病毒就医的人数是增加66.5%，所以呼吁这高风险的族群就要赶紧去做预防针。而且即马这流感等等的传染病嘛当咧传，所以提醒大家要是爱挂喙安、接洗手。病院大厅人客甲通通，虽然是热天，毋过不少人来看医生拢是因为感冒。也反探最近病毒实在真强，想要比拢比无路。要防备很困难啊，因为到处都有人感冒啊，疫苗好像没有用了，现在要没办法，就是会传染到了。怕被传染啊，然后。也像我的年纪已经要近80了，免疫力也降低了。全球疫情情况国内也对咧紧张，疾管署是已公布上新监测数据，第28礼拜国内新冠问急诊到负4766人次，比前一礼拜清关66.5%，显示疫情出现升温的趋势，正式进入流行期。其中有超过9成之的重症病例拢无做这一季的新冠疫苗。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疾管署表示，已经有抢救抗病毒药物甲新冠疫苗，呼吁高风险族群爱赶紧来做，避免引起重症。临床第一线医师也表示，这摆疫情确实来势真凶，门诊的人数差不多成长2到3成。除了新冠以外，流感甲真侪病毒也广播流行。暑假其实开始大家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那所以其实出国的就会开始有一些跟国外的接触，会带一些国外的病毒株进来。其实现在大家对口罩这件事情，其实开始大家觉得越来越不太需要戴了。医师表示，疫情有估伫8月中以后，甚至到中秋节左右会达到高峰。提醒民众出入人较济，或者是密闭空间，也是爱挂喙安，搁来洗手。若出现疑似症状，应家己先快筛，搁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来看，这美国即马是出现宽胞止痛的疫情，目前已经有30种外人去获着啊。调查指出，讲这源头有可能就是来自墨西哥的花仔菜，也毋过其实呢，因为这种假生虫伊的暗作期是有2礼拜遮尔长，所以要追查恐惊是有较困难。一份塔可饼，一份墨西哥卷。看起来新鲜好食，煞可能将假生虫当作食落肚，因为美国当爆发大规模环保自从疫情。It's not simply an inconvenient stomach flu or stomach bug that it's over in a day.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impacting people in a bit of a different wa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sheer numbers across this number of states, this is why it ends up becoming quite notable. 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调查发现，未少患者发病进前，拢捌食过塔克精加入菜西斯的产品。调查也揭露到墨西哥中部农场供应链，比生菜经过测试了后，分销到各大餐饮业。也毋过 FDA 原本检出阳性的检体，复检了后所证实是假阳性，也暴露目前检测技术的局限。And so that might be whatever that threshold is. That might have been right at the cusp of that.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cyclospora in that sample, right? And so what they might have done is maybe retested it. And when they retested it,
they didn't pick it up. There wasn't a hit. 除了检测无简单，环保自从上长会当暂护2礼拜，加上患者就医甲疫调拢爱时间，感染悬对查也更加困难。There again, it's so challenging becaus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f symptoms aren't occurring 2 to 14 days later, and then some people are taking another week before they go to the doctor, and in the testing, so you're looking at 3 weeks. You know, that commodity from that food service restaurant or the grocery store, it's gone. 白宫表示，当甲联邦参地方单位全力提升检测和追查源头，他个将也发声明强调，徛伫高度谨慎，已经无限期退落受影响供应商的菜色。台湾卫福部食药管理署已经确认，台湾最近3年拢无相关受污染的菜色输入记录，民众无需要伤过惊吓。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伊是宣布甲军方的总司令瑟尔斯基甲换掉，改做予43岁的少将德拉帕蒂来接手。这届这人事变动呢，主要就是因为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伊是常常予人家改职，转引起民间的抗议，所以今麦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毋才会顺便伊甲总司令甲换落来。抗议的民众摕标语大声喊口号，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街仔头发生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示威，原因就是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无长治去用改职。В принципі, за дуже довгий час війни з'явилася хоч якась надія, що це в якомусь майбутньому видимо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ся. Якщо зараз Федорова прибрати, то ця надія знову зникає. 敢若35岁费德罗夫是科技建军派代表，任内大力来推动无人机的军队，也个做数位化的改革。伊嘛批评做这创新措施，说是长期去互传统派军方高层全面来主动。І замість того, щоб придумати як асиметрично перемогти Росію, в чому задача главкома, він придумав, як розколоти країну, де ми сьогодні з вами знаходимо. 起互指控的就是即麦60岁军方总司令辛尼斯基，伊伫个罗西亚出世，伫个莫斯科接受苏联式的军事训练，所以伊伫无法度摆脱苏联式将领作风即款的标签。因为伊无顾士兵的死活，态度拢大正硬，所以嘛一直去用批评。虽然讲伊伫咧战争的初期，伫咧基辅的保卫战是拍了真好，毋过伊是采取拖磨战即款拍法，嘛引起大家不满。若面对着即款代志，总统泽连斯基嘛爱出手咯。Я визначив, що новим головнокомандувачем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стане Михайло Драпа. 新任的总司令德拉帕蒂敢若43岁，是算是战术真另外改革派少将，得到基层的信任。若费德罗夫嘛学到这项人事变动，讲这是自由人民争取正义的新希望。另外，泽连斯基嘛安排新的课予费德罗夫。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泽连斯基选择快速来换将，虽然会使消透民众的怨气，毋过俄乌战争拍甲当关键，全新的团队敢有法度徛会在赶紧来重振前线的士气，国际拢咧关心。公司新闻4派宣编译。菲律宾对中国南海的仲裁案，今年是满10天的时间啊。这当中是包括着甲这太平岛当作是招待，袂当甲画作是专属的经济海域。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讲，这太平岛是岛屿，而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希望会当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议，共同发展。菲律宾对中国南海仲裁案今年满10天啊，其中包含甲太平岛在内南海侪岛屿看作是大少，袂当有专有的经济海域。对这件代志，外交部长林佳龙一致强调，太平岛是岛屿，而且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太平岛当然是岛啊，它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土的一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促进这个和平的解决争议，来共同的发展。南海议题，林佳龙就指出，咱台湾有4点原则，用务实的做法，把太平岛成做人道救援中心甲运补基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甲海洋权益。不只个最近大洋洲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单方面宣布把咱台湾的住处关起来，林佳龙就讲会继续甲巴纽政府交涉，嘛伫咧检讨台湾对巴纽天然气的采买。对于巴纽的这个时候采取这样的作为，我们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内阁有做出一个决定，就是会以2年的时间来进行对台湾跟
巴纽关系的检讨。在巴纽方面是这个外交部长啊，他个人图集的方式，他个人的利益。这事实上我们的了解，他们内阁啊，其实他们专业的外交官是有不同的意见。巴纽的天然气，我们接下来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对巴纽的天然气采购啊，在台湾可能就是比例虽然不是到很高，但在巴纽输出是相当高，是将近1/3的那他们国家也都了解，所谓的要关闭台湾的这个代表处，其实是会伤害巴纽的利益。另外，泰国总理安努廷前几天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后，伫咧联合声明内底讲，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咱台湾外交部嘛强烈抗议，严正谴责，也让外界关心，是毋是会影响到台湾甲泰国免签证的台具？林高亮回应，免签证的台具是以互惠对等原则来处理的。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联公司问题油即届风波呢，卫福部是宣布4月到6月这有风险落价的产品当中，有19批是检验有合格，所以批准因会当继续重新搁再上市。部长赵宗良伊是表示讲，这19批产品呢是经过科学证据检验的，未来会全面来提悬食安管理的制度。立法院维权委员会早起针对问题油的原因、流向，也个未来具体改进的措施，要求相关单位做专题报告。在野党发动2项临时提案，要求先公开进行调整苹果的农药标准，这依据是啥？也个问题油也未查明流向甲真相进程，未当互问题油重新上架。开会3分钟，提案，你是用什么条件来休息？是毋是先处理临时提案是无共识，气氛有淡薄回放，所以来是动用表决。若问题由按6月30市药署接到通报，甲当继续咧发价，调野的立委拢要求爱追究责任。不能因为业者没有通报，就把地方政府应有的所有的主动监测跟第一线执法的责任一并推回中央。行政院长下台，总统出来道歉，这个是你们好久以前的标准，我现在都看不出来你们对自己的标准在哪里了。因为他说有适任跟不适任，他自然会处理。你觉得他会处理你吗？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嘿。就是我不知道啊。讲到卫福部宣布，按4月到6月以风险落价产品有19批会使重新上架，引起疑虑。台北台中表态未重新上架，按那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回应，应该将真相符合清楚，才会使重新上架。对着这件代志，赵宗良强调，这是有科学的证据。这个都是按照我们的科学证据跟我们的调查结果检验的报告，那么所做的这个确保，所以这些商品是安全的。赵宗良在备询的时阵，搁一再强调，这件代志是唔正厂商在第一时间暗砍，所以后壁要收尾实在是足困难。未来会全面提升食安的管理制度，依照法治的天数启动食安法的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届这食安议题，即马行政院是打算拜四要来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卫福部也表示讲，即届这修法当中有打算未来，若准有拄到这重大的食安事件，就要来设立中央指挥中心，延迟通报也是讲根本都无通报，安尼罚金也会提悬至3000万。中年油脂的问题又牵连真侪食品，引起民众的不安。卫福部嘛打算要修食安法的强化管理。日行政院招6都代表同齐召开食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会议。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中央甲地方共同针对源头管理、制定管理，也佮有数位治理准时平台等等来讨论修法方向。陈时中嘛指出，尤其在食安法第7条有关监测计划风险规模分级讨论上济。风险的沟通、风险的评估跟风险的管控这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在条文里面设计，或将来在执法里面设计一下规模大小，对于特殊有风险的特别的规模或影响比较大的，可能会要求在自主管理上面更为的严格。那至于规模比较小的，可能基本上就订定一纲相关的一些规范，让大家来遵守。针对修法的方向，行政院20有提出10大重点，包括制定重大食安事件中央指挥机制，制定地方主管机关风险导向查核机制，强化业者通报责任和隐瞒也是不实通报的处罚。嘛，针对违规产品落价甲重新上架，提出清楚的管理原则。高雄市长建议成立食安委员会，和公正第三方来做风险评估。那台中市长是认为，应当先整合意见，提出内阁版本，再来和地方讨论，修法才会较周至。应该要成立食安委员会啊，不是汇报的形态啊。那有更多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来做一些风险评估，
来协调各部会。那做好准备，那也提供把这些这个新的方案让我们回去做研究哈，那大家才能够把这个法修得好、修得全。行政议会拍算23通过食品安全管理卫生法的修法。卫福部长赵宗良拜二也表示，修法重点也包括未来拄到重大食安事件，拍算设立中央指挥中心，避免各县市标准无共造成困扰。若 ND 也是按刊无通报，拍算提悬罚金到3000万，避免像这款引起民众议论的代志搁再发生。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另外，这几日大家嘛咧讨论讲，这 Grab 要甲这副片大家买落来案件，即马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是提出因的订正书，伊讲这 Grab 若准是甲副片大家买落来，安尼有可能会牵涉到高占市场的问题。另外，这工会嘛指出讲 ，Grab 这个平台捌甲中国的华为公司是有合作，安尼可能也会有治安的记录。公平交易委员会伫6月中受理审议 Grab 要告并副片大案件。外送产业工会拜三到公平会外口交订正书，因认为 Grab 若是甲副片大合并，有可能牵涉到高占市场的问题，影响到外送的产业，嘛侵害消费者的权利。市场他们去掌握所谓的定价权，那可能消费者的商品就会越来越贵，甚至这个定价的抽成也可以由这个资方去单方面去做制定。那外送员有没有可能去少了其他的这个选择？就等于是我不管跑 A 平台或是 B 平台，但是最后面在控制我的还是同一间公司。工会指出 ，Uber 是 Grab 主要的股东，若是同意和 Grab 合并，真有可能规个外送市场拢会和 Uber 占去。另外，工会也指出 ，Grab 伫东南亚市场要和中国的华为合作，相关的软体有可能会牵涉到资讯安全的问题。公平会也派官员出来接订正书，强调会谨慎处理。我们一定会秉持着相同的一个原则来做一个案件的审理。那在案件的审理之前呢，程序上我们当然会注意到各方的利益跟各方意见的表达，但目前并还没有到达做出决定的阶段。公平交易委员会回应，目前也未到做出决定的阶段，会先整合各方的意见，要求业者做出相关的说明。另外，告并案嘛按照公平交易法的原则来审理，做出合法的决定。记者魏宗林、林巧凯台北报道。新北市大巨蛋经过2阶段评选的组织，伫今仔日正式决定要起伫个树林基这个所在。市长侯友宜伊是指出讲，这基地呢附近交通的网络会当伫真短时间内就来疏开5万人，所以会透过区段定收降低这开发的无确定性，希望伫个5档内会当动工。从环境、交通、永续3个面向，26个指标。来做了一个择定，我们就择定了士林基武作为我们新北大巨蛋的落脚处。那未来很快，也许说兴建开始是5年，当然我们如果更快的话，也许4年我们就可以开始兴建。侯友宜是表示讲，大巨蛋选伫这个所在呢，其实以交通疏开的能力是真重要的关键。市政府会用 BOT 的方式来招商，引入民间来参与这个工程甲营运。未来伫这场馆开工了后呢，整体这目标是预定未来8档至10档内会当完工。即马这高铁要起到宜兰、宽屏甲综合规划，即马拢已经通过啊，等咧等行政院来核定。也毋过台湾前进电线因是表示讲，这监察院对这个计划是有疑虑的，所以行政院除了爱有回应，嘛应该公开这个工程的经费，讲清楚才来推动。高铁通到宜兰这个案是重大交通建设，目前综合规划甲宽屏拢已经通过，立旦行政院核定。由小党组成的台湾前进电线拜三伫交通部外口开记者会表示，监察院伫今年5月有公布调查报告，认为这项计划的可行性甲规划的天数拢有疑虑。可是它不应该去取代该有的程序。监察院已经说了，宜兰的高铁没有完整的可行性评估，甚至行政院都还没有立案。那这样的情况下，就进入了综合规划，甚至到了2阶环评。台湾前进电线指出，高铁通到宜兰这个案，工程费用3650亿，若再加上30年营运成本1735亿，总经费上无爱5385亿。因认为行政院要先讲清楚计划整体经费甲财务规划，让民众了解。核定前必须要逐条的回应监察院调查报告提出的各种疑虑。第二，完成
420公顷土地评估之前，不得扩大特定区跟提升容积率。第三，重新检讨高铁的路线、车站与特定区是否应该进行整体的环境评估。台湾前进电线表示，这个案件行政业务协定就先生环评审查，嘛无甲地方好好啊沟通，这个问题监察院的报告拢有写到，要求行政院来回应监察院的意见，卖说明到底这项交通建设爱开偌济钱。针对小党的批评，目前交通部是还未回应。记者郭金王志光台北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是来排审能源管理法的修正草案。这修法的重点是包括着用电大户要强制来设置自有发电设备，也佫有都联的设备。也毋过，即马外界所关注讲，针对这用电大户这个定义呢，伊的标准是无够明确的，恐惊互厂商毋知影要安怎做。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快速，阁有侪个 AI 资料中心进驻营运，甲规划扩建的计划。毋过，供电压力的议题嘛对咧出现。经济部推动能源管理法修正，修法重点就是包含第10条，正定要求未来用电大户必须爱设置自用发电设备、都联设备，也就是用电大户条款2.0。5枚以上的大概现在有700多家了哈，但是我们是期待，就是说它可以在表后里面自己有一些节电啊，或者是用电发电的这个能量跟能力的。好，这个期间多久？对，这都很重要啊。过去通常是5年啦。条约立委关注正义版的无法，针对用电大户规范无明确。经济部解说，目前是以客户用量5MW 做基准，后续会和相关的厂商讨论是毋是调整。预计伫无法通过了后，半年内订定主法，明确规范涵盖范围。后续嘛将会要求用电大户一步一步提升自用发电甲都电的比例。我们希望它达到储能跟自己发电的这个比例啊，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比例是比较低一点，那后续慢慢的给它一个过渡期，慢慢增加。我发电要有，节能也要有，不是它的比例，它是容许它有一个调整的空间的。不是说一定就是50-50这样，不会。不过对于部分都市型的厂房也是老旧的工业区，可能受限土地空间不够。无法度设置相关的设备，经济部是解说，会保留阿所谓已经存在的现有厂房，将会讨论放领标准，和厂商有法度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高雄的后眼溪内是发生大量鱼仔死去的事件，环保局原底是抓准讲这是天气上热的关系，即马经过稽查所知影讲，这附近做这的店头是乌白排出一寡垃圾水，才互这的鱼仔死去。目前已经针对这5间业者甲因开罚。原来后眼溪油厂大排水域，互真侪鱼仔青笑死的凶手，就是大排附近店家放垃圾水。高雄市环保局这几天扩大调查，京中桥甲油厂排水附近做这的收车厂等等111间店家，结果发现有5间店家违规排垃圾水，分别是4间做这的，1间做长照的。做这的业者虽蒙有用杂油槽，不过无定期伫咧清，这互排放的效果变歹。发现5家业者因节油槽效能不佳等因素，自排放白浊污水污染后进溪。将依违反废氢法27条规定，除裁处1200到1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几若千公斤的鱼青笑死，是臭甲袂偏执，互附近的居民偏暗暗赶紧走。负责护鱼的水利局就表示，这几天拢总互4800公斤的死鱼仔，水面已经有恢复。市机关白交因讲，这已经是单机卖市场任内后眼溪第2摆发生真侪鱼仔青笑死啊！头一摆是伫咧2021年4月发生的，嘛有5000公斤的鱼仔青笑死。议员就建议中央甲地方应该共同制定标准的停数，当水底上诉。无到每公升2毫克，就要随调整水闸门，才会当甲河川的生态保育、甲水资源管理拢顾到。我认为需要将稽查的范围扩大到上游，将每一笔水质检测的资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公布给市民朋友，才能取得大家的信任。环保局呼吁，即马热天时啊，水质变化会较紧，各行业业者都要落实污染防治。环保局基本的水质检验数据拢无异常，嘛已经伫咧后眼溪装4套即时监测的系统，24点钟拢监控。记者综合报道。2006年，台湾米其林指南已经公布，在宜江这间餐厅呢，已经连续9档拢是摕到3粒星啊。另外，伫台南的武德是摕到6星、1粒星，也有年度台业大奖。另外，伫新竹的苏西安是摕到1粒星，也有少年大总铺的大奖。
新竹不是美食沙漠。欢喜甲伫台顶大会29岁少年组普赛柯老安是新竹人，这摆有拿第一摆互新竹县产生第一间一星餐厅，佮得到少年组普赛大奖。伊讲出来是做台式日本料理，高中毕业了后去日本进修，未来希望要佮回新竹摕2星3星。网络上一直被说新竹没有好吃的东西，就我一直听了很愤恨不平。就今天替新竹在第一颗星，就很开心。同款是2016年台湾米其林指南欧美也有台南的餐厅舞蹈，那为台南第一摆破两，成功摕1星加2星，也有米其林为鼓励过去12个月内成功开设，佮有创意概念料理风格年度开业大奖。虽然今年舞蹈爆发成是案事件，不过总破产饮品会依然得到人气，甲米其林的舞蹈。不管是变动也好，从台东回到台南也好，我觉得都是给你一个新的挑战，让你知道如何改进。心中日常的美食之外，就是也有一些受到国际肯定的滋味跟味道。第9届台湾米其林指南有434间店头，比去年419间成长真多。今年有61间餐厅得到1星、2星，或者是3星肯定。今年3星餐厅依然是泰瑞、JL Studio 甲怡宫。怡宫是连续9年拢摕3星。另外，过去被公认的为主是嘉华hen，这摆也总算抱回1星的评价。采购啊，不管是同仁啊，我们自己都要每一天来验货啊，多一点来尝试，把这个讲座当成是我们的一个鞭策。一年一摆米其林指南，那好总泡赛元蒙跳车，也是真侪人去找找美食的指标。对国内最近爆出上游问题，国家业者的发声，会更加细致挑选安全无问题的油。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用果子咧饼外交，这山野呢，毋但是送到法国去，即马嘛销去到英国。顶礼拜咱就有700公斤的山野送去到英国的伦敦，就算一粒要卖你730块的台票，也是互人抢了了。好，台湾芒果在上周抵达英国，那么英国市场的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来到贩售地点来验收成绩。这间是英国唯一的台湾超市，就伫伦敦西南。去年拢伫伦敦上贵的房价区之一的利奇门，门一个撒开，拢是上熟悉的台湾味。店的中央上显目的所在，放3粒拄为台湾空运教育的甜蜜蜜往来，一粒差不多台票1,300块的贵妇性价值电视。冰箱顶站是放这届的主角台湾酸野。1月6号的时候采收，然后7月7号上飞机，7月8号就到店，所以我们从7月8号就开始配送给大家，然后跟在店里贩售。那目前的量就是大概剩2箱。顶礼拜拢总700公斤200箱的台湾酸野飞到英国，其中以个量有180箱，配送上远的送到苏格兰的亚伯丁。伫店内20箱现货，一粒卖差不多台票730块，总共价销无俗。也是有台湾学生囡仔专程为剑桥东伦敦远路走来，改一粒乡愁。头一摆食台湾酸野甲往来的英国消费者嘛正捧场，有人试食一喙往来，都规箱拢买去。So today's soya milk. This and no sugar. Oh, that's the best one. Yeah, I remember last time you have bought the peanut soup. This one. Yes, and the rabbit. And the azuki bean. My goodness. So nice. 其实我们这边有点像里长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就是干妈店小小的，然后大家会很喜欢在这边聊天啊，不管有没有买东西，他就是走进来，然后跟我们聊个几句啊。这间台湾超市以台湾人的热情服务，培养真侪主顾客，和台湾美食嘛正做介绍台湾的上好方法。台湾酸野成功伫英国的市场试水温，顺利搭配物流了后，业者当要卖予英国的百货甲餐厅。业者表示，即马都欠一个大型的仓库来维持供需平衡。一个进口目标是中秋节的文旦油。公司国际记者洪雅芳，英国伦敦报道。台语文康榜来看，这台语现代诗选，伫7月16已经正式来出版，拢总是有收105位诗人的作品。这编者李美清，伊是讲这本诗选呢，是用教育部推荐的台语汉字，也佫有台罗重新来编修的，有较好读，希望会当互一般读者也来读台语诗。迄一日，海涌起圣地，出手将阿嬷的爱车落海底。
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用目屎参与心爱的人讲话。甲爱伊寄托伫深海，这首收视海记是40多岁陈庭轩创作的台语诗，作品就收伫李美清编选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当年研究台语文学学者李美清，甲包括战争、出培火、落雨的诗，到2020年后，温玉娇的诗拢收伫新出版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希望创作者重新认捌台语诗的文学发展。定下一个成果出来，这嘛会当带动客语，也是讲原住民语诶母语的书写。刷来的台湾文学，咱讲导引高雄台湾的文学，就真正会当去甲大家讲，咱真正是足多样，毋是单一的语言。台语现代诗选拢总收录109位诗人甲诗作，用教育部推荐台语用字甲台路重新编修，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读者嘛会当亲近台语诗。出版社表示，这摆重新编的诗选，除了经历100多年的文学发展，嘛希望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有侪出调的作品。甲台语文学的历史重新展现，互大家看以外，嘛希望透过这3本文选内底所要表现的一寡价值观、审美的观点，认捌到台语文学到底是倒位厉害，倒位水气。出版社进前嘛出版过台语现代小说甲散文，即马甲台语诗选上尾一个斗图斗起来，呈现台语文学丰富的背底，互读者看到累积100多年来台语文学的成果。记者郭志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同款是推出台语来看，有连锁册店呢是推出台语歌足好耍的专题，招人来分享这台语歌，同时也来观察这台语歌甲咱的生活到底有啥物关系。有人是认为讲，其实这台语歌听无毋是问题的，只要这旋律有好听，人就会对台语豆豆有兴趣，安尼就愿意去了解、去感受。若当推荐台语歌，你会听倒一条歌呢？是对，还是足香？台语流行音乐史已经100年，成品注定在7月提案免费杂志推出台语歌足好耍气话，足读者分享台语歌，嘛观察到台语歌定连接到唱卡拉 OK 的生活记忆，也有真侪听无台语的现象。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读者分享说，以前是因为听不懂台语，所以觉得台语歌很不好听，但是听到了这一首 Maybe， 然后他就发现还有这种轻轻柔柔的旋律，后来就开始喜欢，然后甚至会去研究歌词的意思。长期关注台语音乐的广播主持人也就认为，听无毋是问题，那因为歌好听，对台语产生兴趣，进一步去了解感受就会愈丰富。那因为听无对台语歌产生排斥，永远是受到社会因素甲特定偏见的影响。一寡人可能伊无遐介意韩语歌吼，韩国话感觉伊足差，就像伫原家嘛有一寡人因为过去各种的政策的关系，所以对台语歌有家己的误解。不过咱会使看到讲这几年，无论伫金曲奖啦，还是各种的场合，台语歌愈来愈请呀，所以我感觉这款会感觉是噪音的现象会愈来愈少。为了要互读者通看到台语音乐的多元发展，杂志嘛介绍真侪新世代的台语歌。主店感觉音乐是接触台语真好的入门方式，尤其台语已经变做要识到的语言，使人感觉稀微。伊嘛认为推广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台语歌只是一个锁匙尔，咱到底是要拍开什么世界，然后要连起什么什么时代。然后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是看咱会当提供什么材料。然后新品做册店来讲，阮是足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入来册店里面找。主店行销总监表示，台语的读甲写对真侪人来讲有难度，听甲讲是多数人开当接受的。未来继续透过瓦塔民众生活的方式，互愈侪人接触台语的文学甲各种创作。记者卢长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即马这 AI 人工智慧是快速发展，所以人类甲机器之间的界线嘛，愈来愈分袂清啊。今年这团结中心是招6个表演团体，伫8月底到10月初，透过歌戏、京戏，还有武术等等无共的形式，要来探讨这传统戏剧内底人的价值甲重要性。同时嘛，希望讲会当互观众去看到这戏剧无限的可能。他们恢复我中了虎，一心休息栽培到福。用传统的咖喱戏来讲一个用肉身交换灵魂的故事，这是戏剧梦工场系列其中一个演出。艺术表演是咧讲人的故事、演员的功夫，佮有甲观众的交流。
拢是艺术表演重要的特色。不过，面对 AI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这个规则敢会破破，是这个戏剧梦工厂要思考的代志。整个的戏剧也好，戏曲也好，其实从创作开始就是人面对你说有感情，又好像没有；说冰冷，它又好像有一点点类似人的感情。这个时候，我们人如何面对？传统艺术中心表示，生成式 AI 的出现，对戏剧界甲戏剧界拢有产生冲击。今年办第9年戏剧梦工厂系列的演出，维持创新甲实验的精神，和传统戏剧有现代的想象，也有歌戏演员分享伊伫即届下届演出的心情。我是一台乌多摆，哒啦哒啦哒哒啦奔奔。哒啦哒啦哒哒啦奔奔，你赶紧就车搭伊边边对我来。传统戏跟现代剧，我要比喻成我们两个人，他应该必须要就是说，去生存，如何在剧场界生存，彼此都要有改变。改变之前就必须要认知，认知的时候就必须要接受自己。今年团结中心就6个表演团体，透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探讨传统戏剧当中人的价值甲重要性。伫8月底到10月初演出，也希望让观众看到戏剧无限的可能性。记者郭佑基、谢桂玲台北报道。法国国会通过一个修法，这是禁止15岁以下的族群来使用社群媒体，对今年9月开学特别开始来实施啊！而且呢，就连即马这个高中的校园嘛，禁止使用智慧型的手机啊，也互法国真做是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的社群媒体禁令的国家。法国参议院甲下议院国民议会拟通过15岁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媒体法案，同时甲学校智慧手机禁令对目前的小学、国中扩大到高中。181 pour 279 contre 8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因应社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负面影响愈来愈严重，离校社群媒体禁令一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2任期大力推动法案。法国国内也有7成左右的民意支持，甚至连青少年族群也有6成支持立法。即马法案通过，法国也正做是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社群禁令的国家。Voilà le sens de votre vote aujourd'hui. Rendre à nos enfants la jeunesse qui leur a été confisquée. Je vous remercie. 按照法案内容，对今年9月初1新学期开始，15岁以下的囡仔禁止注册新的社群媒体口罩。2027年1月开始，社群平台来注销停用15岁以下现有的全部口罩。不过，专家认为这要做恐惊真困难。法国家长盖耶尔伊的查某囝，捌因为看抖音这社群媒体出现造心有自伤的行为，断伊1年半。徛伫伊的立场是完全支持立法。Ils sont plus puissants que des États. Donc voilà, donc on peut espérer que quelque chose bouge. 另外一方面 ，OpenAI 宣布要扩大 ChatGPT 加入通知的功能。未来若是青少年使用者因为违反暴力威胁、网络霸凌相关的政策受到停权，那完成口罩联动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就会收到通知，希望协助家庭介入，降低负面影响。这也是 OpenAI 继续加强未成年使用安全措施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现代的社会，这大家呢是因为 AI 科技改善生活品质，不过嘛有人是因为这训练 AI 的模型，专牵涉到著作权的争议。即马联合国是打算要来打造监管的机制，避免这科技集中伫咧少数的国家甲企业，希望讲会当建立公平甲安全的社会。轮椅顶悬查甫人会双手，倒去马上自动刷到指定的位置。韩国科学技术院研究团队将 AI 穿在身躯，这套宽关节智慧护具用马上分析步态，提供个人化支持的力量。英国圣伊格兰大学团队展示一款智慧轮椅，使用人透过用血手势金马进后端操控轮椅刷叮当。研究团队特别强调，所有资料拢伫本地 AI 模型运算，无需要上传云端保障医疗运输。另一项接受自我技术前读出大脑信号的脑机改变，协助渐冻症中风患者对外沟通。为协助行动到中间沟通能力 ，AI 大大改变人类生活。不过技术快速进步，另外一个问题也出现：这力量到底按由什么人来管理呢？
right, then we are likely to see an immense concentration of tech power and wealth in a few zip codes, in a few postal codes. And we are also like to see harms from AI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perhaps at the societal and systemic level as well. 在联合国第摆举办 AI 监管全球对会，希望建立用人权、永续发展、公平和安全做核心的监管空间，能够解决社会落差的问题。2.2 billion people have never ever accessed the internet, and those that are not actually connected are going to be left behind when it com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联合国警告，若无法度减少社会落差 ，AI 革命带来可能唔那是创新甲便利，也可能互世界正做更加无平等。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也阁有平雨。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甲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